佛教元素。在儒家的文化区就会比较强调儒教的道统。在基督教盛行的菲律宾，甚至在佛堂中用供奉耶稣，以建立文化亲和力。在穆斯林为主的印尼强调五教同源，伊斯兰在道中也有其位置。在西欧强调东方智慧，道者不变性，新时代精神性的这种类似的语境反而更有效。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区就会对不同的教更敏感。作为学者，我观察到对一贯道来说，要融通佛教、儒教或道教，远比融通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容易。作为一名来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人，我一直觉得佛堂里面所介绍的基督教传统与我在本国所了解的基督教传统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我总是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是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当一贯道谈到道和教的区分的时候，通常会提到五教。我还没有机会到去印度观察一贯道的发展。不过印度教并不在这些五个教里面的。我会很好奇的明白印度人如何看待一贯道对道和教之间做区分、做区别的，以及一贯道在印度又是如何呈现和阐释这种类似的区分。我的现在是讨论的第三个因素比较怎么说成功，吸引新的导进的因素，一贯道能回应人们生活上的需要。这个是很容易看见，在很多地方有类似的模式的。比如说在佛堂里面会讨论一些关于什么婚姻啊、调养啊、情绪人生困境、生活的课题啊，生活方面的困难的